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大家係對哪開始認識自家嘅家鄉，也係樣板同其他人了解自家嘅家鄉呢？係對於咧料理，也係講對於咧建築，也係講冇共用嘅地方。今日呢，我哋會同大家了解一本雜誌哦，佢專門喺寫我哋自家嘅家鄉屏東。內容到底係乜嘅？樣板會有一個想法呢？我哋今日嚟邀請我哋嘅老朋友徐浩強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吧。歡迎浩強。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市的徐浩強。非常好講哦！前幾次我來到節目地邊分享嘅幾多嘅故事，基本呢我同人哋帶來係頭先我講嘅一本雜誌嘛。聽講一本雜誌名係都按照屏東青年頭先說到入邊，人哋屏東青年人哋啲但係呢一本雜誌佢主要做乜嘅會有想講寫一本雜誌呢？因為我也經驗啦。做青島有關也雜誌嘅編輯，就像我哋有留意屏東嘅原住民嘅象徵，譬如講泰武，還有雷伊，我哋留意兩個象徵，做差唔多六期，佢哋地方嘅文化故事。還有一個很多來意嘅總條，來老件嘅總條做一本料理書安尼。嗰時講前面做按道冇用嘅書啦，也係講雜誌這些刊物嚟講，幫你受到某個啟發，將會轉過來想講，我都喺屏東市區入邊嚟做。也今年其實屏東辦青島那種大型的藝文活動，像台灣設計展、台灣燈會，還有台灣朗讀節，我拄好。嘅辦咧也就事情咧，就拄好喺我進來屏東嘅時間，故所我都有參與到啦。我就因咧想一件事情講，辦了這些活動之後呢，屏東有乜嘅東西，其實也大家冇太多嘅印象嘅。就比如講我那輩朋友，唔問佢講屏東有哪幾啲，那人講墾丁。或者是萬巒豬腳、潮州的小冷冰，我做嚟我去家家鄉，我聽人講屏東市有賣，其實大部分人都講唔出來。嗰時候我就想講，我應該要做嚟做一件事情，做一本生發的雜誌。嗰時候講一本雜誌，佢嘅主軸，佢嘅主題，都實聽講。唔係像一般人看到嘅觀光嘅嗰種雜誌寫講那有好料好嘛嘅，其實那比較接近官方的宣傳的那一種。人家嘅雜誌佢比較接近係講人採體嘅民眾嘅國土，係咪？係咁嚟講嘛？人當然會老太爺講屏東咧有乜嘅好高好時咧，但是一個國土主要是外人去家嚟出發嘅。我哋去家喜歡吃的東西，平常時會吃乜嘅東西，我哋就是會吃乜嘅東西，也唔會吃乜嘅東西。我講也係真重要嘅，因為我哋一下做一本雜誌，我就因為想講有乜嘅事情做得本，我哋離開屏東嘅屏東人有一種認同感。我就看 Facebook 啊、IG 啊，我嘅以前嘅同學，佢做喺屏東第一件事情會做乜嘅？佢一定會是用嘢。他因為屏東市行業較少，人講肉丸，人用嘢一定係整咧。像我以前我讀書嘅時間，我去種花，我第一擺是到鋪嘅用嘢，我試到都清甜嘅，用嘢做到係鋪嘅。唔係遠咧哦，其實可能過橋有嘅時間哦，橋都清楚嘅牛嘅樹嫩用嘅。嗰時候我就看到哦。我就意識到一件事情講，用鹽真係最有法度代表屏東市的一種食物啦。你有青島人講，唔等你做地方嘅事情，地方嘅雜誌，做乜嘅一定會講實的，你係聲音的嘛，你還在口腔期嘛。但是我哋以前讀書嘅時間的背景訓練，我哋講一個地方嘅文化的建構，最主要就係飲食嘅。記憶這件事情，飲食記憶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它透過吃去建構一整個文化。我哋始終咧有一件事情做得音譯冇突出，但是清南音譯模式反嘛。冇錯，音譯三川，萬人講都可以避開的。人家羅祖賢最有名嘅一句話：民以食為天啊。你按嚟去規劃好一個。
插字的主题，安尼编撰下来，全部係自家一个人嘛，还係自家有去组织一个团队来做一件事情。俺们有一个编辑的团队，那编辑的团队有俺们屏东人，然后有本地屏东生发的外地人，没有因为爱做一件事情，将本地屏东的外地人。安尼按神奇哦！自家喺组织一个团队的时候，像唔头都讲嘅啊，因为一本插字喺写菜题的国图，请菜题的人一定蒙错嘅嘛，请到本来鸦片呢，老辈人可能喺寻求，也有可能喺外地其他的国图，会唔会想讲我有不一样的角度的时候，会有一些人的争执？在讨论的过程，其实争执是轻正常的事情，因为我感觉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群来组成这个编辑的团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菜题的事情按菜题人先了解嘛，但是有时候会当局者迷。就像喺平常时有一个人。从安不卡，老不因咧创国的好诶，当然咧看见咧创国的，我会感觉无嘛解嘛，其实当然从来创嘛。一下前咧外地人来看，其实感觉真神奇，做嘛解亚人人当然会从不卡创国的，其实会很好奇嘛，然后他就发现说亚老爱生活经验冇穷用。然后来了解一下亚人人都在咧做嘛解，就是有的时间俺人就感觉，从外面的角度去看事情，你做的看得更广。俺认同一个观点，因为有时间真是像俺们平时在行诶，有时间一条路俺们明日上下班、上下课在行，俺们感觉个冇乜嘅神奇。但係假使講老輩人客，有一個朋友來嘅時候，叫佢冇人講。有看過一個東西嘛？迄期迄種嘛嘅，嗰時陣人真會想到講，從咧一條路有個準橋嘅，我第一講有一條準橋嘅，但係我唔第一講一條準橋嘅，佢按到乜嘅名，佢做乜嘅來嘅，又係講佢留起來。有個事情有可能會需要其他人同人哋點一下。但係呢，我有面到講一件事情哦，就從條到。好想講嘅，人哋早晨頭愛什麼嘅，是一件事情，係一個幾主觀嘅事情。我相信唔能俾到寫一本雜誌，唔能已經走會幾多嘅點嘅啦，走會先到嘅地步。唔能最尾愛寫出來嘅時候，冇可能全部都寫出來啊。唔能係用辦去拖一個愛寫嘅地步嘅內容嘅。其實真係罵完咧，人講用言啊，真係用言嘅文化吼，屏東人平常時都有嘅事，但是。俺人做印象講，也咧文化都係很用的落嘅。係啊。俺人做去做青島田野調查，田野調查俺人做後來就有俺人問到嘅總批啦，佢嘅觀點是講，佢細細時間有幾年嘅時間，佢就看過有人來開嘅攤咩，來賣真那樣用嘢，佢有咧印象，嗰時候俺人開始循線去找，他們。這個家族肉圓的故事，俺人就稍微有爬，我們不敢說做得多全面，但是俺人稍微有爬梳到這個屏東肉圓文化的建構的形成。也去整理過嘅，所以講唔能寫喺地步，有可能係我記你啦，某一天係嗱，有可能係其實最老嘅用人店，又係講一個天氣佢最有特色嘅，係安尼嘛？係啊，俺唔敢講佢最老啊，因為唔講夜景店最老，大家都會講佢最老，但是主要是俺人會講夜嘅文化，因為形成的這樣。你對唔能自家喺做一個調查嘅時節啊，有發生過乜嘅講個貼嘅咧，又係講人家唔願意講人能改無限，尤其係做生意嘅嘛，見到講人能改無限，唔是來嘅。其實我做一種有關食店，做食店係台灣一個很重要嘅文化嘛，飲食嘅文化。其實採訪一種店吼。做係最困難一件事情，因為佢們平常是生理清好清無限，佢可能對5點佢就放落來，佢就一路做到12點，佢就休息咧。其實佢們冇乜個，沒有什麼力氣再去接受你採訪。故說，俺人嘅策略，因為俺人也做喺菜地嘅優勢嘛，俺人就可能會請亞種批。用老嘅方式來幫人哋問到佢哋，然後問到佢哋去推，然後問青島人平常時可能喺頭嘅附近嘅種批，用一種方式來問到佢哋嘅故事。他當然唔可以
翕相要有事情，其实他们都不会拒绝。但是你问温斗吉，他可能也不善于言谈，其实你就轻满斥讲，我约你采访啊，我们来问一下你们的故事。亚件事情还轻难的，你必须要去跟他们建立关系。尼好像对你们来讲，一个团队，你们用办去同伊，头到前面讲的研究一个问题，用办去同伊建立一个关系，本伊愿意讲。吐露心声，讲起的那故事多唔人唔可能做喺当年都会就去跟电风吃东西，就是让他先只牙龈有安器官有当年都会落下来，就是透过这种比较土法炼钢的方式来做啊。朱琼还有朱琼来甲我讲诶，做喺钓个菜体的种皮嘛，迄种约时间啊，要方式。嗰种讲先最重要係講先本點係熟師，也係清楚有的事情。也係講人家介紹，本地熟師，再來都像唔講嘅迷你關係，同佢老料、粗料點嘢嘅東西，按你識啦，我們是他的迷咧都有職業在，有，沒邊皮都講嘅，再來不要是一個老闆，我有按你經驗。經驗冇上嘅事嚟吧？真是鬼辛苦咧！哇，觀眾朋友。做一個插枝啊，對一個有想法開始到17這行，係確實冇簡單嘅。啊，唔過睇下地背還有幾多讓人冇想到嘅，也係講幾神奇嘅故事哦。休息一下，CP3繼續嚟同大家好好分享哦。屏東青年一個事情，大家都知，啊唔過屏東青年一本雜誌，大家還冇熟悉。今家呢，我哋繼續嚟請好強同我哋紹介一本書吧。好強，前面有講到一本書、一本雜誌，我哋把幾多嘅精神去做嘛，我哋前後有一個想法嘅，到採訪啊，到出版，我哋花1個月嘅時間啊。我哋差唔多。其實做一件事情，我哋很久以前就想來做嘅，但是我哋規個從規劃到出版，才3個月嘅時間。3張嘢，3張嘢出一本書，算強嘅吼。係啊。我哋之前就有累積相關嘅基礎嘅嘛，還係講我哋有乜嘅貼配規劃好，咁可以按價出版。我哋其實也幾年啊，都有做7道。青島編輯的考場從我哋7個素材，古時候我哋家主講我哋條前主有做青島累積，因為大擺嘅考場結束以後，都會有一本小冊子，就做一個成果冊的概念。其實也條前都在收集資料的過程啦。整個可以是這種落版啊，一直到出版，差唔多3張年嘅時間。嗰種3張年可以出一本雜誌，也係講，歸功於我們之前就有累積了相當深厚的底子。主要是要累積啦。我想到一個啊，佢貼喺講，前面我有講到屏東青年一個事實太感動啲，因為屏東永遠多一多嘅安尼嘛。你做乜嘅？我想到用一個屏東好熱來做我哋雜誌嘅名嘅喏。因為我就看到很多社群啊，連體擺落屏東一定屏東好熱哦，就會po在現實動態上面。還有一件事情就係，你去看屏東人騎歐多巴的時間，大家都會感覺喺屏東人已經穿吊架、穿夾腳拖，其實冇，他有種保青島，保鬼黑，古時候我哋喺封面哦，就會伊咧附近架騎歐多巴，保青黑啊咧。錯㗎，人哋人哋屏東最不時會看得到嘅，就是屏東的日常嘛。頭頭有講到你哋內容編排嘅方式，那你哋設計嘅喏，你哋一本書、一本雜誌，應該為了愛紹介人哋菜體嘅文化嘛，我看你哋用嘅幾多嘅相片啊，或樣樣嘅故事啦，也都，你哋係用辦去做一個設計呢？其實我哋編輯的團隊唔免隆重到喺屏東人，但是像我哋團隊嘅組成啊，像有美編，美編其實佢主要嘅寫啊，所以我老人做排版嘛，
但是我哋会希望老佢周清岛去讨论，就会佢对屏东嘅想法係乜解？因為我感覺呢件事情係最重要嘅，我對屏東有一啲想法，然後發出老呢件事情做到我哋想要做嘅嗰種用嘅，呢件事情是非常嘅重要嘅。還有就係我哋因為天氣較乾，我哋就請我哋高興較舒適嘅呀營養師，還有寫手。像一類營養師，我哋就有很幾做一啲批發市場嘅個攝影機，然後給他另外一半是寫文字。其實我哋會請佢嘅原因就係，其實佢哋唔係屏東嘅菜天人，佢哋係因為喜歡屏東嘅生活，現在搬來屏東，唔係因為佢講佢喺做屏東做乜一條路，其實唔係咁嘅，佢真係係。想要講述屏東有乜嘅文化，有乜嘅生活，其實搬來屏東，可能我感覺一種人就係我哋想要請嚟嘅，因為佢做咗用無窮嘅角度去看屏東嘅人事物。你哋咧團隊像你頭都講啊，3週年出一本雜誌啊，你哋團隊呢尤其係有唔係菜天人，既然聽到人講，我哋3週年要完成一個任務哦，會唔會想講3週年安排的甚至於講有啲人講。我做底下都不要認識孝敬，不用幫你做一件事情。不會安尼嘛？還係講其實大家對一個細條，對一個工作係有咧觀認同，甚至於講像我講嘅，佢哋本來唔係屏東人，結果參加了這個任務之後，佢哋真是好好感受到屏東有豐富嘅文化內涵。其實佢哋在做一件事情，都是保持着一種輕神奇嘅角度去做，因為過去佢哋像也營養師，佢可能做很多有關屏東縣政府出版嘅也雜誌，但是佢哋嘅角度是冇共用嘅。像他當然官方出版的雜誌，它一定會有宣傳的角度嘛，但是我想咧很佢做嘅是，他用那種很庶民文化嘅角度去貼嘅相片。我講講呢種事情係大家非常有興趣嘅。能更加做一本雜誌第一期的創刊號，除了講一個排版設計方面，大家親力親為之外，一本書底部你能安排乜個巧思，像條到有時候給你看特地做了一個攝影機。除了這個攝影機之外呢？還有就係我哋咧出版一本以前，我哋還有出一本咧叫做屏東日報。屏東日報就是很神奇啊，因為它沒有幾頁，它等於是這本雜誌的前導，它免費贈送的，我哋就不用投錢到貴個台灣的獨立書店，我哋不用提給本人免費索取。一件事情要講嘛嘅，主要是講看一方面，我們用插畫的方式呈現。佢一篇係乜個地方？就係其實屏東人青島9成都去高雄來上班。佢哋當然都騎歐多拜，騎歐多拜佢因為經過建國路的這個建國這個路這個天橋。有個橋唔看嘅有講到嘛，屏東人咧騎歐多拜時間都包清黑。唔注意當然去個天橋看，佢哋要往高雄的角度，在停紅綠燈的時間就係按嚟用嘅。全部停在那個陰影帶啊！古時候也係一個通勤族很重要的一個印象，因為佢講過晏做風落，然後去我都會高雄來清艱苦、清甜。我要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的部分，屏東人日常生活就會按的。有經歷過你一看到啲，係啊，一看就定下嚟幫那一片啊。嗰時候有個屏東日報，有個內容就都。好像有講，它是算一個前導嘛。故說它的內容同樣呢真實的屏東好樂 T 期的創刊號有相關聯嗎？因為我哋今年係國家發展委員會嘅青年培力工作站，因為青年培力工作站，主要一個目的啦，就係你成立一個工作站，然後一本屏東嘅青年有咧聚集的所在。故說譬如講，想要做嚟屏東，本來就係屏東人從台北上班後嘅，想要做嚟屏東，但是我做嚟屏東做乜解？有件事情其實做嚟請人討論。工作站它有很多工作項目，我哋會老爺
下个月工作项目不用提啊送面，本大家提供我们平常时咧做嘛解。就等于讲，其一方面做一个前导宣传，还不会一本杂志；另外一方面也还本大家提供由于咧，熟悉平台可以在当个取得相关的资讯。好像对我这个了解啦，本身在开咧独立的书店嘛，吼，这个了解书店有从了解杂志，其他的通路，我们讲的通路，吼，其迄提倡能从那种独立书店。咱可以看得到呢，也係講其他的通路買書的啦，名錄行也會簽得到。因為我們提起的印刷量無清太，故說我們有用預購的方式，我們沒有不用到台灣，我們較舒適的書店來買，像高雄的三餘書店就來買，還有台北啦，還有台東的也條書店安尼。因為日本雜誌應該按嚟講啦，佢唔係講我哋行商業化的角度。其實在咧文化嘅角度，本來家己講，我哋咧屏東市到底有哪條嘅文化，有哪條嘅根源來講嘛？對好強來講，這個喺屏東市，喺那裡屏東市呢，這個喺以前咧工作經歷也係講過往嘅求學的過程啊，這些對編寫一本雜誌有哪條嘅影響，也有哪條嘅成長，在這一本雜誌裡面有。我研究所的時間，我是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畢業的。我欣賞教我哋研究的方式，都係人類學的研究方式。其實人類學的研究方式，輕重視田野調查。唔係講田野調查做好嘅，因為我欣賞我編愛講，當年都會寫日記。我做有一年走幾條路，其實來講。唔做從屏東市的一個總條，迄一年底尾總條發生乜嘅事情都會攞嚟寫下來。其實佢對我來講係很重要的訓練，因為人類學嘅寫作方式同嘅記載鋪頭嘅方式有西北冇共用。因有嘅時間記者的報道方式係比較主觀，人類學嘅也田野調查嘅寫作方式比較偏向講，我看到某些事情，我寫下來，但是你有的時間你要用第三人稱的觀點去把它寫下，但是你又有自己的詮釋。其實有一件事情係有點困難的一件事情啦。故所也近年來因咧聯繫一件事情，譬如講我2017年我主廚屏東市開間書店嘛，嗰開店嘅時間拄好是台灣書店都大清大的時間。這是我感覺一件事情神奇，因為書店其實它就是一個傳統的產業嘛，你自古以來就有的東西。故說，這個時間我們開書店，它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因為大家都很好奇的問講，做一件事情，我用的是飯啊，我搖戲哦。比如說，我們這時間開店的時間，夫妻來了沒有對親愛的嘛？好奇嘛，講總該會有橋上來做一件事情，沒有請到有愛來寫文章的來機會。也今年有一本，因為我太太本來就會做洋式的文化的研究的人。故說也今年像也客家的茶吃天法嘛，我等住固定對老給人下一類飲食的專欄。沒有青島，比如講有些比較有名的雜誌，像小日子，佢也可能會做屏東有關係主題，佢就會很愛寫屏東的小吃有咩好食的。像新河水沒係嘛，新河水雜誌佢有一擺就很愛講。屏東的伴手禮做買嘛，我做到去寫屏東的伴手禮。也今年做青島也種機會來本來要種話練兵啦，應該講練兵來練習寫關於這種類型的文章。就是你要怎麼從學生時期人類學嘅也訓練，轉到一種方式來做，其實條前的累積是青春有的。觀眾朋友，真是下一本要嘅雜誌冇簡單也因為好像佢有以前的工作同學術的經驗，真可以好好寫出一本很精彩的雜誌哦。不過一本雜誌底部還有幾多神奇的故事，我哋休息一下，再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
前面好像同人哋手嘅一本按贴嘅杂志，係因為佢讀書同工作嘅經驗吼，慢慢累積而成嘅。不過一本雜誌底部還有哪條神奇嘅內容，也係講佢哋未來還有樣板嘅規劃呢？我哋繼續嚟同好想嚟請教一下咯。好想前面有講一個雜誌啊，其實我哋更加天氣吼做係早晨咧，天氣係暗部頭嘅嘛，我哋早晨同暗部頭，我哋做一個比較係。手機暗部頭係什麼嘅嘛？也係講手機暗部頭係做乜嘅？其實我哋咧上一兩期，主要是以咧時間軸的概念去做。像我家有講過一本雜誌，主要是用民間的角度去看的嘛。就比較不是用城市宣傳那種比較光鮮亮麗的角度去看。故說我哋可能就會講，暗部頭。5點到7點可能在吃飯，我哋平常時愛等會去吃那一種東西。8點到10點，我哋可能休上癮，從屏東圖書館休上癮，可能會去一間深夜咖啡店。個較暗晚會去來。我感覺一件事情其實係挺神奇嘅，像我哋以前可能會去屏東的一些酒吧，譬如講西部牛仔啊，像沒有像。好事酒店可能會去熱炒店，像我哋會去我可能就會去我哋木卡嘅廟，然後我哋也到中度方嘅休上癮，向下來講嘅有嘅某嘅事情嘛，然後是掉乜酒嘛，還有屏東市，因為係屏東最鬧嘅地方，它有很多夜生活，很豐富，很精彩。我哋一開始會有一個想法，主要是我哋看到一本雜誌嚟紹介跟東京的夜生活的文化。它夜生活文化很豐富，當然冇像這種大都市這麼的形態。可是屏東市它其實也有很豐富的一面。譬如講我之前咧做嘅演出面咧文化嘅調查嘛，我哋就認識青島演出面咧休上嘅朋友，譬如講佢哋來屏東市安排嘅時間，因為像屏東的演出名最多就是排灣族嘛，排灣族有分南排灣、中排灣跟北排灣。其實佢哋三個地區的演出名，佢哋為了屏東安排一些酒吧是冇共用的。冇共用。冇共用。剛剛有一件事情係挺神奇，他們會有一個很特殊的社群文化，因為安排為了嘛解冇共用的人，冇共用的族群，佢哋去嘅地方都冇共用。嗰就講有一本下一期嘅內容係講唔係單將暗部頭嘅什麼嘅，係延伸到咗暗部頭適合什麼嘅東西之後，人哋暗部頭還可以做乜嘅，係咪？按你嘅話，人哋第一期係從早晨就除了食之外，睇到好像有其中有講到嘛，還有一些人哋冇共用嘅屏東嘅印象之外，第一期還有哪度人哋冇收幾到嘅，因為按你談落來，第一期同第一期應該係做一個對比嘅嘛，錯冇？其實我哋也兩期嘅時間咧上咧，我哋上到係是用一個時間軸去帶嘛，早晨條嘅屏東人嚟做乜嘅，暗晡嘅屏東人嚟做乜嘅。嗰種我哋就用一個比較特別嘅單元是，因為我哋嘅目的啦，是所謂老太家建構關於屏東的想象。嗰種我哋就有做一些比較特別的小主題，譬如講我哋會請一下可能去。我去圖書嘅屏東嘅休上誒，佢高中嘅時間，佢會是乜嘅東西，我們就請他推薦一些名單。還有如我人家有講到，像屏東樂報，早晨條嘅時間，青島屏東人可能都會去高雄來做事，佢會騎奧多拜去。佢騎奧多拜時間，一段時間真無聊嘛，佢第二做乜嘅，佢就會彈音樂。古時候我哋就很好奇嘅人都在一段時間咧彈埋個音樂，我就很去推薦高屏大橋的歌單。各位聽眾咧，古時候講一本書底部其實五感裡面可能看得到、彈得到誒，甚至是講嘅其他，其實大部分都包含在裡面的。其實就咁講誒，算完整的一個時間軸。不過有個時間軸係局限。更加係 focus 喺一年嘅生活底部，係唔係有一年人哋會規劃講，人哋阿公嘅批嘅
爸爸给批的，俺人也批的，都不同世代给的那时间轴对话，因为沙菲还在偏发的，文化也还在偏发的。对你自家来讲，现在主轴是可能围绕在现在这个小的哈期、哈 T3期、T4期以后，甚至于会变成世代的对话，会安尼嘛？像哈期啊，来讲，频道按不要来做么解，当然係用我的呢国土去讲嘛，或者是我们的编辑的团队，既然有老外冇强用较休上的人，既然看到的事情一定会冇强用，但是我哋唔免嗌爸爸给年头的人嘛，古时候我哋就发现一件真神奇的事情，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在地的那种 Facebook 的社团。有的社团就会讲历史啊、讲室内啊、讲乜嘅东西。屏东有的社团真神奇，就会当然都有人抛讲1990几年也咧提防有乜嘅东西。2000年也咧提防有乜嘅东西。古时候我们就想要做一件事情是古今对照图，让大家来征稿做这件事情，来希望做到一件事，然后有一个小主题在谈这件事，因为其人给社群上面人，他有各式各样不同年龄层嘛，然后也可以借此本大家看到，每一个年代他对于屏东夜晚的印象很蛮改，是老外冇强用的，因为现在的没有经历到的过程嘛。系啊，其实像我自家也係屏东人，我也真好奇講，我哋屏東市按部條都在涵蓋做嘛有用版的夜生活，因為嗰當年像好像條都有講，我哋唔係像態度市嘅，我哋有嗰度豐富嘅夜生活，甚至有我啲朋友同我講，迄種人嘅按部條除了講老嘅夜市夜之外，我哋還可以做嘛嘅，迄咩8點人之後都存到水木嘅，水木嘅都存到嘅便利商店可以嘅，都大還有那條親其他講可以看得到，像好像頭都收嘅，親像做嘅唔係單槍做一本雜誌呢，親像係講，我可以用一本雜誌去留一個沙期，留一個地方，甚至講本大家嘅影像，都係一個雜誌最終想要帶本大家用版嘅影像呢。因為我做一件事情的時間，一定要有個目的性嘛。錯。我的目的性主要是會講一件事情是。我透過一本雜誌的出版、編輯的過程，還有比如說邀稿的過程，我做的串聯起很多不同的社群、不同世代社群，後生人也好，老人家也好，各比我較後生的高中生也好。主要目的是講，我會講一件事情是，因為屏東人就如同很多小的鄉鎮一樣，它的人口外流其實沒輕養蟲啊。我哋讀大學的時間，我哋可能就出去嘅。我的印象其實就停留在我高中以前。大家對於你這個城市的建構是冇印象嘅。古時候我哋做的事情，我沒有像以前我哋做嘅演出面的樣可能下青島市。我主要是咧愛問大家認同也咧城市也咧文化，我講一件事情有做到最重要嘅，因為。我感覺我會對你自己的家鄉有一些貢獻，冇一定會轉來屏東去，但是你可以透過很多你的專業去回饋你的家鄉。比如講，我有咧好朋友，佢咧真有名的營養師，佢從那不咧做商業攝影咧，個價碼是很高的。但是有的時間，我哋很奇講，唔對隨便轉來，然後我哋來去買個相片，他說義不容辭，他回來貢獻他所學到的專業。其實因為佢對佢起來家鄉，他有一個認同感。那我感覺一件事情有做到，有多一兩個人願意來做一件事情，我感覺一件事情我就達成我的目的。嗰所講一本雜誌其實可以分做幾個部分來講，就對老本人來講，假如一本雜誌嚟認識冇強用嘅頻道，因為你看到嘅頻道冇一天係這種人講官方大外宣生活化的頻道，有個係神化咧對屏東人來講，有可能係用這個雜誌底部嘅影像啦，也講可能生發底部嘅故事，去同促進一個世代嘅對話，本真可能屏東人可以認同自己嘅家鄉，係按嚟講嘛？係啊。哦，按人哋一個雜誌野心過大呢？我剛講也係一個實驗，它不一定有辦法如我們期待的完全做到事情，但是我講，畢竟你還是要嘗試，你有試才有機會。也個除了雜誌自家出版做一個聲音之外，更加經營一個書店嘛，想去利用一個書店同一個雜誌，未來還有兩版的規劃呢？
我的目的啦，就係因為搭配日本茶匙，我哋要做青島辨識的考場。我哋也咧考場已經做第4年咧。我就2年前我有講過，因為我哋做也條考場，我哋唔知它的成效是什麼，因為你真的沒有辦法掌握它最後出來的效果。可是我哋堅持去做一件事情，堅持做一件事情就係我哋想講。其實青島屏東人無法度講自家屏東的故事，因為他缺乏這樣訓練跟過程。像我哋台灣人親好興日本嘛，這麼個好興日本，因為日本人有辦法訴說自己的故事，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你一個地區有法度講自家的故事，你才有辦法把你這個城市往外推，才有辦法去做真正的行銷。故所我哋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搭配這份雜誌，我哋來培養我哋菜體的一種辨識人才。像我2年前就係有咧測試來由我來寫文章，我就看到個 email， 佢寄 email 俾我，看到個名我就講有啲名親像我從那篇談過，嗰時候我就去 Google 資料原來佢2年前有來參加過我哋嘅考場。我就講有件事情就算只有1個也好，我講過也請港圖的事情，佢挑了只能進到一間有名的茶匙沙去做事。希望有個考場啊，一般嘢度。不過有個考場單槍喺寫文章嘛，還係有個考場底部還會帶領其他的主題呢？會啊，譬如講，我做一本茶匙，冇可能就寫文章天天嘛，我用嘅文字編輯、美術編輯、基本的攝影，其實我會做一個辨識，唔懂會有這樣的概念存在。故所我哋沒有安排青島也種嘅考場。觀眾朋友，假使講啊，今晡日嘅節目唔講對一個寫詩啦、寫文章翕相有興趣，你可以去考場見人嘅面書地部看一下哦。假使講啊，有一日你可以加入一個團隊，每一天可以用這個嘅方式來紹介這個嘅家鄉哦。咁麼考場今晡日請感謝你嚟紹介安神奇嘅故事同安精彩嘅插枝，多謝你哦。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觀眾朋友，坐到更加遙控一天上日嚟吧，腳腳停停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